熬做很好。熬做，我会特开屏东的柳队客家文化园区，加好爽么？好爽！大家很不准洋车，南北空宽的信大庙主大桶，嘛不准洋车，南北无空宽的主持门脸哦，也有真道特色。俺同样做开，抢车出勤好到屏东火车头，接落来攀查坐台湾河巷，一不能到位柳队客家文化园区。好，请问后日班车是几点嘞？抢车7点20日，甲班出勤好。请问也就错米么？我特明日中签票。立马长春起票，太热21分钟就要到位屏东车头。无要紧，我特明日中查票。好，开屏东的出勤好签票日总48扣。掠下100扣，请问搭提叫热泰双茶？抢到唔会热泰双茶，提抢险，后摆无准先打台湾铁路名产电车尾票。就好诶，请问提查票的事，我随不个钱钱嘞？随险的证件也附照，含电票新共的电脑代码，即无准提票。我知啊，掠下险的火车票，开屏东站的出勤好签票日总，受限100扣，遭限52扣。好，罗拉